仲有5分鐘就收工。今晚係亞洲籃球錦標會決賽，又係我呢個香港神射手表演嘅時間。呢堆文件趕住用，嗱嗱聲幫我搞掂佢。老細，聽日翻工先做得唔得啊？我今晚要代表香港隊比賽，為港爭光。有份工俾你做都唔珍惜，我話知你為港爭光，定去飲迷魂湯？你唔做完好走。知道啦。對唔住，我遲到。你身為香港隊隊長，竟然遲到。隊長，你係香港得分王、3分王，場波冇咗你，我哋頂唔住啊！我對唔住大家。悟空，你做咩咁遲啊？教練，我公司老闆收工先俾個 project 我做，要我加班，我都想做教練，但係搵唔到客。悟空，你係香港籃球界第一人，唔應該俾工作影響到你。不如你做翻籃球教練，喺 U On Life 搵客，入面有好多你屋企附近嘅客戶，車錢都慳翻。咁堅，我都登記先。哈哈，用咗 U On Life 搵錢仲多過以前。哈哈，時間完全自己話事，我又可以日練夜練，我翻嚟啦。想約聽日下晝2點做跳高訓練，冇問題。吓，打緊決賽你喺度接生意，一邊賺錢一邊贏冠軍，呢啲就叫做時間管理大師。魔鬼隊，我專門捉鬼啊！想同悟空一樣，時間自己控制，兼顧到工作，又兼顧到籃球。快啲加入 U On Life！U On Life 唔使錢，仲幫你搵多好多客。教練們，你都快啲入嚟登記啦！